上海的轩逸车主有福了啊！小张之上海分张正式入驻上海啊！无论你在上海的哪个角落，小张都可以到达啊！这是一个轩逸挂档有冲击啊，换一个档位开关，挂上档就一冲一冲的啊！还有一个三通换掉护 C 啊，这是后臂啊，更换变速器油啊，看到吗？这个变速箱油滤芯是在这个位置，拆下来换上，油底壳拆下来清洗干净，换上原厂的油。如果有轩逸车主需要了啊，随时联系小张啊，随叫随到。关注小张，修车不慌。